周安啊，你给老师说说，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同学们的支持呢？廖老师，其实我特别理解你，因为他们也从来不拿我当回事儿。说啊，你别给我说这些啊，你给我说点有用的。我能给您出什么好主意啊？你怎么总是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呢？对，要不您去找钟柏试试？钟柏，就是你们那个总不来上课的班长啊？对，找他有什么用啊？我觉得您要是能得到钟柏的支持，我相信大家对您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观，是吗？不会是我弄错了吧？这是家庭困难住得起的地方吗？好吧，如果真的是这儿，我就是个要饭的。先生，你找谁？啊，我找钟柏。哦，找少爷的。少爷？难道这么漂亮的妹子是钟柏家的女佣吗？尼玛，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？请问您是少爷的什么人呢？啊，我是钟柏的班主任。钟柏已经很多天没有来上课了，所以我做下家访。那请您跟我上来吧。老师，您这边请。这你妈哪是家呀？这根本就是皇宫吧？你好。钟老师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是看小柏他生病了，所以我来家里看望看望他。可是钟柏同学在家里打游戏，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？就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他才一直在家里打游戏呀。可是钟老师，我想问一下你啊，你下班了以后来钟柏的家里做家访，算是公事还是私活啊？那廖老师，你下课以后来同学家里做家访，这算是公事儿还是私活呢？有时候女人太牙尖嘴利，还真是让人讨厌。好了，我不跟你开玩笑了，这里是我家，钟柏那是我弟弟，来里面请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这样子人物关系顺畅了很多嘛。钟老师，可不可以让钟柏下楼跟我聊聊？现在还不行，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战斗。钟班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啊！出去说吧，咱们。好啊。天天都这个时候打游戏啊？你打 DOTA 我不反对，但是必须得去上课，好不好？上课不会影响打游戏啊？廖学兵啊，你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你什么底细我都了解。什么？难道他知道了我的事？啊，那你都了解我什么了？上课第一天，你被蛇电晕了，接着嘴又被炸烂了，你根本就是个白痴。哦，啊，你说的是这件事啊？那同学们已经给我道过歉了，我也允许了同学们这种举动，我原谅他们了。但我们现在聊你啊，你为什么不上课啊？上不上课是我的自由了。哦，这样的。钟柏同学，听说你的欧尼家好像是单身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没什么意思。你的先生我呢也是单身，我正好想找一个白富美的女孩子做我的女朋友。少打我姐的主意啊！啊，我只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呢尽管可以不用来上课，我呢尽管来你家做家访，你边打游戏我边找你的欧尼家聊天，这种双赢的局面你看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惹不起我的。如果你敢打我姐的主意啊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飞车党你知道吧？啊，你惹不起的。飞车党啊？怕了？对，只要我一通电话，你肯定横尸街头。哦，是吗？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的欧尼家，他的宝贝弟弟已经开始混黑社会了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别！好吧，你怕了。那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敢找人打我的话，我就天天去保健室找你的欧尼家治疗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展开！呀，这不是钟柏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昨天廖学兵去你家了，上火了是吧？不是吧？才去一次家访你就从了？哎，我的事你能少管吗？看来钟柏已经跟廖学兵交过手了，但是我没想到钟柏输得这么惨。今天的计划取消，再看看。